次同大家開箱嘅係 FiiO DM15R2R 一款便攜式嘅 CD 機，系列出咗4款唔同嘅顏色，有紅色、黑色、白色同埋銀色。我今次就買咗銀色。選擇呢部便攜式 CD 機嘅原因係佢個體積相對輕巧，對於我喺空間唔大嘅地方就最適合。而佢一部機可以有多功能集為一體，除咗可以放 CD 播放之外，佢可以用 USB 接駁手提或者電腦，另外佢都可以用藍牙輸出。最吸引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升級配搭一啲中高階嘅喇叭，本身佢都包咗一條線係可以接駁喇叭用嘅，但係如果想再高級啲就可能要自己再去買一條靚啲嘅線。首先裏面就有一本入門指南，一張嘅保護膜，厚厚嘅維修卡，主機就採用咗全鋁合金嘅機身，機面就係用咗鋼化玻璃嘅透明天窗。佢個熒幕係偏細嘅，同埋啲掣都偏細粒，所以其實對於一啲手指粗啲嘅人撳呢都會比較困難。咁睇返後邊嘅掣位啦。第一個就係可以用 USB 位去做輸出啦，同時咧嗰個位都可以做錄音功能嘅。第二個位就係 D Mode， 咁就有 On 同 Off。當你想用火牛一路叉電嘅時候聽呢，就要校翻個 On。但係如果想帶出街聽嘅話呢，就用 Off。咁就記得叉足電嘅時候呢，咁就淨係可以聽到7小時。咁叉電位呢，就係用 Type C 嘅。咁呢部機主打就係便攜式嘅 CD 機，咁佢呢都有提供一個功能呢，就係 ESP。咁就出街聽嘅話呢，你撳 On 就有少少防震嘅功用，咁就會穩定啲嘅音色。之後就係一個 3.5mm 嘅 Line Out 嘅輸出位，最後就係一個 4.4mm 嘅 Line Out 輸出位，咁就適合一啲想出一啲中高階嘅耳機輸出。嚟睇埋佢有啲乜嘢配件，有一個 remote 啦，咁就適合可能你坐喺 sofa 舒舒服服聽嘅時候，你就可以用個 remote 去控制。一條 USB 去 Type C 嘅線，仲有一條線係俾你去配搭一啲中高階嘅喇叭。咁佢都提供咗一個 USB 去返 Type C 嘅 adapter， 自家研發嘅 R2R DAC， 主打人聲同埋一啲溫柔啲嘅音色。而家就試聽下佢嘅音質。部機本身呢就冇 speaker 喺裏面嘅，咁就接駁返我部 Marshall 去試音，用咗 3.5mm 嘅線去插返背後嘅 Line Out 位。如果想接駁手提或者電腦呢，就要用機身前面嘅 3.5mm 嘅 PO 位啦。第一次開機身殼嗰個位嘅時候，都發現咗一個小小嘅問題，就係佢呢就冇油壓式嘅感覺，所以你打開嘅時候打得唔夠準呢，佢就會即刻拔翻落嚟，就會有啲聲。第一首試聽嘅係藤井風。真實用佢嘅掣嘅時候，我感覺上佢有輕微少少 delay， 即係我想較大聲啲嘅時候，佢唔係即時可以反應得咁快。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套日劇，木村拓哉做嘅《悠長假期》？好似4月開始 Netflix 上面有得播翻《悠長假期》同埋《戀愛世紀》，而家可以一齊聽一聽首歌先，重回大家嘅回憶。條片我哋再比較下用唔同輸入後音質嘅分別。我哋都有出一啲自家設計嘅 NBA 周邊產品，可以上我哋網站睇啊！網站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又見到㗎喇，拜拜。